首歌大家会唱的，很经典的台语歌曲，二姐的经典歌曲《给啊》，一起唱哦。有一日咱若老，找无人甲咱友好，我会陪你坐点医疗。 听你讲少年的时阵，你有偌敖，吃好吃歹无计较，怨天怨地嘛袂晓。你的手，我会甲你牵牢牢，因为我是你的家后。 将青春加伫恁家，阮对少年对你对到老，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予恁家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 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，我会让你先走，因为我会甘看你为我目屎流。 相片，看较早结婚的时阵你换缘投，穿好穿歹无计较，怪东怪西嘛袂晓。你的心我会永远记牢牢，因为我是你的家后。 将青春加伫恁家，阮对少年就对你对到老，人情世事嘛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的一生献予恁家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 等待转去的时阵若到，你就让我先走，因为我应该放你为我目屎流。 非常开心，今年没有缺席了，又来到了高一跟大家见面。那谢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一些院长，然后副院长，还有所有长官们，也谢谢我们所有的病友，还有所有的家属，谢谢你们来听我唱歌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那呢，今天呢，我准备的歌曲呢，都不是我的歌，因为呢，一直唱自己的歌也很无聊，对，就是对。 唱久了也会腻啦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安排了一些很经典的歌曲要跟大家分享。如果呢你们听到这些前奏一下你们会唱，那就跟我一起唱。带来第二首歌《茫茫到青天》，谢谢。
一声就离开，想来全然无滋味。我无能伫你这款的对待，情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看无在身边，窗外小雨也替你哭几暝。情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全然无滋味。我无能伫你这款的对待。哎呦，我唱唔对去啊咧！我唱唔对去啊！啊，你等下帮我唱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太顺了，好，待会麻烦你们了。酸冷雨吹过来，痴情苦恋的无奈，辜负一桩有情义的花蕊。无讲一声就离开，想来全然无滋味。我无能伫你这款的对待，情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看无在身边，窗外小雨也替你哭几暝。情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一切是过去，想看爱我有啥意义？情茫情，窗外小雨也替你哭几暝。情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一切是过去，想看爱我有啥意义？谢谢。掌声鼓励一下凯凯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要补还给你们。情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一切是过去，想看卖爱我有啥意义？掌声鼓励。这首歌我很熟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一定是被前面的天团吓到，才会唱。很会唱，你刚刚有听到吗？有啊，爱扁是不是？爱扁啊！我在后面有帮你们合音呢。真的啊？对啊，是。是。我们的团长是我们的王院长。啊，院长是。哇，深藏不露哈，真的厉害呢。会怕哈。会怕哎。所以你刚刚那一句就唱错了。就吓到了。凯凯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彭佳妮。耶！大家知道她是那个吗？彭佳慧姐的妹妹。他们原本不知道。一定要讲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彭佳妮呢，在南部的名声不输她姐姐。因为呢，姐姐呢，她主持过很多的一些音乐的活动，不管是婚礼啦，还有什么尾牙。你以前不也跟我们在一起吗？常常在一起啊。对啊，所以对我来讲格外的亲切，尤其回到了高一，然后不仅是姐，还有所有的团队，我们癌症希望基金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还有台上的这些乐手老师，这些乐手老师哦，人家就厉害，他们都是演唱会等级的，对，所以他们今天非常的辛苦，是不是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？是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姐姐一个掌声，是我防你，怎么变成你防我？因为我最近主持的一些节目，我知道，都夏天去工作嘛。对啊，我可以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吗？就在下个月，没有下个月了。对，1月8号，对，3D 都会台呢，我跟林美秀姐，还有王彩华姐，跟她的女儿主持了一个外景节目，叫做《瓜田冠军的诞生》。特别要介绍我们台湾的农产品，推广到
上世界各地。对，谢谢大家。很棒的实境节目，自己亲自下田去。对，我昨天刚从花莲回来。哇！我昨天去摘那个龙须菜。龙须菜。对，很好吃。很好吃。推荐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看我们节目，然后到我们台湾各地去旅游。对，是。然后也可以多多吃我们台湾的这个农产品。对，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凯凯来到这个我们的爱在希望基金会，是从希望在唱歌，知道第几次了吗？第几场了吗？哇，每一年这个正在考试，我已经应该20多、31了吗？对，你知不知道你今天是第31场次？哇，31了，对，因为我是2010年加入的，那时候我还在歌唱比赛，所以没有一次缺席过。每一年我一定要来，而且不管再忙，我都跟我经纪人说，那今年有找我们吗？每年都会问一下哈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，身为一个歌手，他可以给予的力量就是歌声。那其实我去参加了这样31场以来，我去看了很多的病友，然后也发生了一些很令我觉得哇好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但是因为呢，音乐这个力量非常的大，我很感谢说你们愿意听我的歌，然后疗愈你们自己的身心灵，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功德。然后我越唱也越开心，谢谢你。当然愿意听啊！哦，凯凯唱歌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。目前我个人认为，台语歌坛目前他唱的最好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有一年我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，然后呢，他跟他姐姐彭佳慧说，因为他生日，然后姐姐就问他，我记得他问你说你要什么生日礼物，是，他跟那个佳慧姐说，我要听许富凯的演唱会。谢谢。希望，因为我今年刚在高流办演唱会，希望明年有机会，或者是后年有机会回来在高雄跟大家用演唱会的方式结缘，希望大家欢迎你们来。那凯凯，我可以跟你说，演唱会的时候是我的生日，那今天我遇到你也是我的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大家都生日快乐。这么巧，对，好，来，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开心。那凯凯，我们要来跟我们的这个台下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大合唱一下，好不好？林英姐，来，挑位置哈，好不好？你也要来了？我也要来吗？来，你从那可以吗？小心，不用动，我们那个3个位置是我们的。那3个。我从那边好，可以，腿还算长啊。谢谢。你好，大哥你好。好，我们比一个小的爱心好不好？这，我们坐着应该拍。谢谢。开心。好，那这个今天来准备了很多首歌，你刚刚只唱了2首。我刚唱了2首。对。那我今天下午呢，也特别去做了那个病房探视。哎呦，就够追还遇到一个大师。他是一个出家人，然后呢，他就叫我去他的病房里面，然后我就跟他促膝长谈了一下。所以呢，明年的运势怎么样？没有讲运势的，他就握着我的手跟我说：“你是山人哦，我是山人啦，我出家人我今仔日下骹那个6楼有唱歌，你要落来无？”伊讲出家人较不咧听音乐。不过我嘛是会去看卖来，不知道有来不？有吗？有来吗？大师，我们的大师有来到现场吗？不是光头就是大师哦。有来吗？应该他在修行了。对，我就不找他了。对，大师都比较早。是比较休息。对。好哦，那我们继续的再来听凯凯唱歌，好不好？来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呢，一样是2姐的歌，它很特别，它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。待会呢，就麻烦大家，跟男生就跟着我，女生呢就麻烦你们大声一点。再来这首《伤心酒店》，谢谢。
像梦一段，也是无卡纸。暗暗酒店内，悲伤谁人知？痛苦吞巴来，一杯搁再来。你若有了解，莫问阮对何未来。 心内感情失落的无奈，苦苦的等待，也是等无爱，虚情的对待。无情的世界，找无真情爱，因阮心悲哀。 唱歌的感觉非常的好，我跟你讲，唱歌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，所以呢，有时候如果在家里或是出外的时候，可以去旅游，我们就在车上可以多多的唱歌。但是也当地处现酷的时阵，买当唱歌，这个呢真的是非常好的运动。那刚刚呢看大家都唱得还蛮过瘾的，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很特别，因为我第一次。 在我们的医院唱这一首歌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这一首歌叫做《乌路》，来哦。嘿。打扮着遥遥的目标，陪人客摇来摇去，红红的霓虹灯闪闪烁烁，令我心伤悲。啊，谁人会当了解做母女的悲哀？ 也是结甲笑海海，来来来来跳舞，
甲笑嗨嗨。 跳舞，脚步若是流动，不管伊是啥人介意，当作明目一个人，谁人做妇女的，暗暗流着汗，来也是得甲笑嗨嗨。来来来来跳舞，脚步若是流动。 是啥人介意？当作明目。恰，哎呀，阿嬷来，你来中午者，你敢会当摇一下卡山互大家看下？哎呦，我阿嬷嘛无法尔好摇，你做搞摇的，啥人会当了解？ 我笑，嗨嗨嘿，来跳舞，脚步若是流动，不管伊是啥人，水啦！我跟你讲，今仔有伫现场的，你今年好过年啊吼！阿嬷88岁了。 阿婆，下个等几年好不好？给阿妈一下。你看心脏，你有没有觉得高一很棒？好棒，好棒，好！谢谢你，谢谢。希望你早日康复哦，哈！好。谢谢。来，我一轮。凯人真的是，台湾金孙就属你了啦！总是逗得奶奶、爷爷奶奶这个哈哈笑。不是，有吧？来家的是大家欢喜。对啊，对，是宾至如归，宾至如归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凯凯，希望你们也可以再来跟大家见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凯凯带来我们这么多经典的台语歌曲哦，让大家呢这个感受到这个音乐的力量。